我是北港原住民蔡祥伦，欢迎收看公视第2台宝岛国仔町。准讲要选一个上会当代表台湾人的动物，那安尼一定是牛。骨力、拍拼、轻食苦，就亲像台湾人同款。早期咱的祖先甲牛做伙开垦台湾这片土地，台湾人的生活会使讲是无法度甲牛分开。你帮伊掠铃，你甲迄牛要有一个信任的关系。你甲伊掠铃，啊伊头壳都打乱，啊伊会足稳定，然后伊嘛会足欢喜。农业社会，你囡仔人差不多18岁就出去拍拼，拍拼了，厝诶都拢无囡仔，农家诶人拢会甲牛当做家己诶囡仔咧对待，所以拢会对因特别好，甲因诶感情都足亲密安尼。即马虽然咱较罕地用牛来做事，但是伫咱诶生活当中，也是会当看到牛诶影响。亲像真侪台湾诶地名，阁会当看到牛埔、牛屎夹即寡甲牛有关系的地名，嘛有真侪趣味的日曲仔话甲牛有关系。来大便一下，他大便了。望牛交屎尿，牛咧开始做工课之前，伊拢会甲你拖拖刷刷，甲你放尿，甲你放屎安尼，啊，就表示讲啊，咱人为了做工课的时阵，会有拖延症。台湾的牛毋但是种田的工具，嘛是台湾人的好朋友，嘛已经变做台湾历史发展的一部分。咱台湾哦有一句俗语伫咧讲吼，第一带水某，啊第二吼就饲即个弄牛，啊第三吼就是起大厝。啊，即个弄牛是咧讲啥物？是讲吼，迄个拍拍走啊，啊溜溜去啊，其实是走胖给的牛啦吼。啊，算讲即个牛主人已经找无啊啦吼。啊，即个谚语的意思是咧讲吼，啊，即个种田人吼，一只牛吼实在是真价值的。人讲以前摕有一个囡仔歌，唱讲一只牛要卖5000块，5000块要买一只牛，所以讲你就知影讲迄个1960年代哦，一只牛5000块有影真价值。啊，有当时咱台湾人吼咧形容一个人吼，讲啊，你这个人真拼咧吼，真有迄个体力啊，真精神真牛，迄就说即个人敢牛共款，就像牛共款。所以讲牛啊，对咱台湾人来讲吼，有一个特殊的意义。而且吼，会当算讲吼，是咱台湾人的精神，就是伫咧即个牛身躯顶悬，嘛当看会出来。所以讲，咱要讲到即个牛啊，咱今仔日吼，就邀请到一个牛专家，伊专门咧研究即个牛甲人之间的关系吼。伊从即个历史开始到当吼，一直搁咧研究咱台湾牛的精神。咱就欢迎到这位牛专家曲延辉老师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曲延辉。台湾牛吼，到底是安怎去出现的吼？老师，你甲咱小介绍一下。明朝的时阵，崇祯年间吼，因为台湾要开垦吼，然后迄个一牛三金啦，就是讲你若要移民来台湾开垦，一定要有资金兼迄个开垦的农具。所以讲，这个意思是讲一牛三金嘿，啊到阿摩的时代就荷兰时代啦吼，因为因对澎湖迄个转进对到台湾的时阵吼，啊因本来是要将台湾当做一个转运中心尔，嘿啊后来伊发现讲台湾人安怎种出物件，所以讲因嘛是要来种植吼，啊种植嘛是需要牛啊，我判断应该是对印尼遐引进水牛，啊伫台湾的高雄台南遮吼设立人讲的牛头狮，啊放牧，嘿啊这样安尼来开垦，所以讲这牛算是外来吼。算是外来啊，其实后来因为吼到电线杆的时代啦，吼，因为迄阵荷兰人走的时阵，啊无人管理话是变成野牛，野牛啊，电线因来就是要反攻大陆啊，啊所以因来的时阵带领他2万几阿兵哥来遮，啊来遮人讲会讲屯田制，啊屯田吼，啊你阿兵哥嘛是爱食，啊要食爱家己做，啊所以因嘛是阿兵哥。有烧钱的时阵，啊，因做阿兵哥；啊，无烧钱的时阵，伊做食，啊，做食嘛是需要牛啊。咱看到这个图内底吼，大概康熙年间呢，康熙年代14世纪的时阵吼，因为台江伊要刻画的时阵吼，因为迄阵若要入去迄个府城，伊一定爱对台江入去。
啊，因为要靠海船吼，行下条底，所以拢有牛车伫台江遐，等于是迄个接驳车啦。其实牛车就伫遮。是是。啊，伊这是落船的时阵，落船就将这牛车安尼对，接驳起来，嘿，迄个大船无法度靠岸。这帮大概又是什么款的迄个情形啊？咱来等看到遮迄个因放射车吼，就拿边遐地坡啊，平埔族的吼，因用牛车甲围起来吼，阮伊判断啦，伊可能应该是野牛啊。野牛。嘿，啊，甲掠起来，变咧爱训练啊，因为牛吼爱训练了，伊较会乖啊。咱拢以为讲吼，迄个牛啊，自然你甲牵来了，伊家己就会晓去种植，其实毋是嘛。牛爱训练的吼，爱看家嘿。爱看家的。是当初是即个岛又对台湾头到台湾尾拢有吼，啊，其实这岛内底吼，牛是占真大部分嘛。啊，所以对这岛内底咱来看吼，只要牛的所在，大部分拢是开垦的，就是有开垦的所在。所以咱对牛的角度，咱看到牛就是台湾开垦的一个指标之一啊。是牛，咱看到拢是后壁有一个，你礼餐的时候有一个工具伫后壁，伫头前伊身躯挂这物件。啊，像讲这物件，伊的功能是啥物？比如讲，这个是牛鼻环啦，牛鼻环吼，其实较早吼，一般若要饲牛爱看家，啊到尾要甲控制吼，一般若差不多2岁的时阵吼。爱更牛片，牛片，系牛片。啊，所以牛仔更片就是要来挂这。是，牛袂讲乖乖吼，就是互你更片。啊，阮问着讲，话用迄草啊，啥物甲绳啊，绳较早若迄底啊，还是迄个迄树头有迄个 V 字形的安尼，嘿，啊，阵甲吼甲绳伫啊，啊，阵甲伊甲拢落，甲拔开安尼，看到迄个更片啊。啊，所以从此以后就被牵着鼻子走啊。有影吼。哎呀，是啊。去用牵咧行就是用这。对啊，无若讲牛片拄着读手。有影。啊，所以讲伊甲扛起来了，啊，这甲放伫遐，啊，就是用丝啊。对，就被牵着鼻子走。用牵去啊。哎，是。哦，所以像这牵架吼，因为较早其实无啥物担仔架路啦，拢是石头仔路啦。啊，行牛吼。牛伊因为吼，伊咧行迄个啥，迄个石头路，迄个爱着伤跟马啊共款啊，所以要马蹄啊，这算是个牛蹄啊。啊，所以当然这是后来较有的迄个橡皮，迄个塑胶啦吼。啊，其实早期拢用草鞋哦，跟人共款。是草鞋哦。早期拢用草鞋。所以讲啊，这是塑胶落去做的，树胶的，对，树龄的啦。是。啊，伊其实早期是用草啊。草啊边的嘿。我就是讲是铁啊，像讲马无马，迄马地，毋是拢用铁落去用的吗？是，早期拢穿草鞋，听老一个人讲，跟人共款嘛是穿草鞋啊。是，庙咧做石的时阵吼，有迄个顶口钱啊，因为爱钱，所以顶口钱就查甫出吼。啊，比如因迄口泽有5个查甫的，吼啊奇怪，阮问迄个人吼，讲啊伊迄阵出6个人的份，啊是啊出6个份。因为因遮牛仔嘛是算一个份的对啊，所以牛仔算一个。是，所以较早迄个台湾这些人，其实除了讲伊是一个算一个生产的数理啦吼，其实嘛当做存的一份子啦吼。是。所以伊牛嘛是会判病啊，啊判病有那人先到吼，能到要安怎？啊，只用这牛罐罐来草根啊、米酒啦、吼保养品啊，人家灌安尼吼，强迫伊食物件对啊，嘿。这个是咧创啥啦？这是牛打，牛打啥啊？牛打当然伊要牛啦，要钓犁啦，要拖车，一定要带牛打嘿。是安尼用的。是，啊，所以讲吼，阮老一是阮阿公讲吼，讲放牛打，放牛打，因为牛一世人拢做事嘛，爱老的时阵吼，啊就是爱享清福啊，啊所以台湾人。讲家己想要牛共款啊，啊是讲放牛打是讲啊，讲迄个查甫已经娶啊，啊查某已经嫁啊，完成终身大事啊，所以讲啊，会当放牛打就是放下责任安尼对啦，系啦，所以有衍生这个意思安尼。所以讲从这个大头甲伊放落来，就表示讲你的责任就完成啦。放牛打，这个我看主持人安全无呢，嘛会使啊。有影吼，啊，但是这注意去用掠呢，讲这敢若是一个形态呢，毋是真的为了创意的哈。哦，这主持人校地的这嘛是，这是迄个。这只。最近吼，咱台湾人因为防疫吼真出名吼，啊，所以咱台湾起码拢大家拢安怎？喙暗，喙蓝，这牛喙蓝啦。哈，这是你暗喙的哦。是。啊好啊，所以讲安尼牛头有影，牛喙有影大。哎，拄啊好啊，所以讲这是安尼甲暗起来。是，暗爱甲锁啊甲绑的。是啊，这是时代无共吼，这是较早材料拢共款。
其实这当然是后来体啊，较边的嘿，哦，拢共款的意思嘿。是吼，是啊，要牛啊，你做事的时阵爱挂牛喙啦，因为牛啊若看到草啊，拢想要食，哦食的时阵哦，变成袂记你做事啦。所以主人吼，伊边仔有土豆园啦、甘蔗园这啦，通常吼，伊拢会甲牛啊挂牛喙人。所以衍生吼，咱老一辈的啊，像阮阿公啊，哦，迄一个因孙啊，若讲即个哦，最爱食四修啊，吃零嘴啊。是。阿公会讲，好，你这个囡仔实在无挂牛喙人嘞。但是其实喙咱上重要的目的是，卖互你遐尼偷食，互你学白食，对无？啊，有影咧吼。报道高阿丁，内容足丰富，有地理，有历史，嘛有人文甲故事。咱若是知愈多，捌愈深，对咱台湾就会听入心。你去市啊，每一个人拢无共款，你去倒位会当拄到遮侪人，伫一个所在。迄阵就是有找到一个伊咧修理雨伞的阿伯，即马毋是咧雨伞拢作俗，歹去就断掉啊。阿伯就是爱鼓励人来修，修一届差不多20-30块安尼。业剑吼，甲面膜吼修剪，剪到尾啊吼，你面膜当然来输嘛吼，到尾就改进的这个道内底，以机服为主，还是讲驱除一寡灾祸的，甲生活讲好做旧。康熙年代，因为要靠海船吼，行下条底，拢有牛车伫台江遐，等于是迄个接驳车啦。主人第一个，第二个、第三是过三手伊啊。就加上户籍的迄个登记，所以这种有记录的就对，袂当学袂透的。是。官人听我说，金油花。牛尾弯弯相背，其实是。每礼拜请准时收看报道高丁。人有身份证，牛嘛有身份证，这就是迄个时阵的牛的身份证。是，这是日本时代算牛的身份证啦吼。即讲你若要去牛墟要卖的时阵吼，你若无炸这张，也是你驶牛车的时阵，迄个警察大人吼，迄个炸落的时阵吼，你若要摕这个身份，这个牛的身份证，迄个警察大人会认为讲你只是张良，偷来牛，对嘿，这主要是要保护讲迄个。牛啊，袂使放迄个头砍伊的一个目的吼。这内底写的物件吼，除了是讲这个牛是住伫什么所在，所有人是什么人，内底佫真深色的，佫有画一寡这图是什么意思？是，这日本时代，迄叫牛庄啊，牛庄像咱头壳顶拢迄个漩涡无？牛庄。所以伊的特征就对啊。是，逐只牛的伊的形状拢无啥共，饲过牛的应该拢知影。所以这逐张的牛质的牛肚拢无共，迄个所在拢无啥共。所以这牛头的部分是安尼。是。这牛身这倒边这有啥物特色吗？怪这边这是背面，背面。后壁。嘿，这因为较早你若要卖牛的时候，要有迄个异动。嘿，比如讲一个主人第一个，第二个、第三是过三手伊啊。就加上户籍的迄个登记，像户口名簿，所以这种有记录的就对，袂当学袂透的。是。若是捡到以后，干嘛去登记？这可能是淘汰伊啊，淘汰伊啊，失踪的牛啦。难怪会发大财啦，就这意思。除了做牛这了规定，讲牛爱14岁以上才当抬。是哦。嘿，因为较早吼，听讲较早吼，因为两岸两岸伫对立的时阵啊，咱较早。讲对换着强匪啊嘛吼，结果强匪啊为着要统战台湾呐，吼因传说讲因会将牛淘汰了，台湾因为移动立国，吼牛若汰了，无法度支持着台湾是一乱去啊，所以迄阵牛真啊嘛袂当汰，一定要规定14岁以上。14岁以上才会当汰。汰牛是。伊14岁进前是咧创啥？做事啦。是啊，所以讲这牛嘛真辛苦咧吼。所以较早若要牛要汰吼。较早牛墟就是买卖所在，有牛槽就是杀牛的所在。牛槽你若要杀的时阵吼，伊爱담迄个啥物咧？牛角遐放一个引仔，宰杀的宰，迄只牛开当拖去牛槽卖，杀嘿。像比如讲吼，阮阿嬷吼，因较早捌饲过牛母啦。牛母吼要卖家卖去吼，卖隔壁庄。卖鸡只庄，结果只牛啊吼，因为生牛仔囝，佮偷走转来看因只牛仔囝，
所以阮阿嬷看到安尼，实在种讲真啊哭哭吼。所以我讲，其实这是咱台湾迄个对牛的感情，毋是讲一个生产的尔，变做是只有感情啊，真正是有感情的吼。所以较早牛啊吼，其实当主人讲的，伊若买红台是会流目屎，真系会流目屎哦。所以咱牛知死毋知走，猪知走毋知死啊。是，嘿，所以咱来去看迄个牛去买牛，其实伊有感应，伊知影要用掠去抬吼。那其实较早一般吼，其实台湾人吼，伊袂家己抬牛。是，系老的时阵，当然因嘛一只牛吼，讲互伊等较互伊死嘛是感觉真可惜啦。啊，毋过不忍心家己抬，伊通常拢袂互人，无家己过手就对啊啦吼。所以一般比较牛环啊，就是专门买牛的人吼，甲收去，比如讲去牛环，买迄个牛去卖，安尼嘿。啊，不当然，这是嘛是专业的啊。所以买鱼的牛是肯中国牛啊，伊嘛是要有几个撇步啊，比如讲啊，蒙喙齿啊，嘿，啊，搁有迄个刺梨啦，吼，啊，搁有拖车啦，各方面的，一寡只牛皮吼，因咧专门的一个鉴定，大概昭和年间吼，至少84个所在，拢有牛皮。所以较早牛皮实在牛足济，因为只有逐口座拢一定拢饲牛的啊吼。所以这就是牛皮较近代一寡。对，这是我大概90年代去神化牛皮翕的。较早牛皮足济吼，较早毋是讲逐工开市哦，伊拢分安尼，比如讲这神化牛皮啊，258。红2、红5、对，红8、12、15、18。258。北港牛皮是369，就36、9、13安尼。比如咸水伊是147。神化牛皮吼，初二的时阵吼，你无介意，伊走去拜北港，伊初六开市嘛。若佫无，可能走去咸水安尼轮。其实吼，因牛有那大概吼拢几60只。你要牵咧行吼，可能是无方便，所以有那会客鱼。比如讲伊晓一个等牛的旅馆就对啊啦，互伊管理安尼。伊就是伫个所在占大，算讲是旅馆的关系。唔免伫遐讲爬走安尼，安尼咱像家庭啊共款啊，安尼较袂讲迄了油费安尼。你若迄阵阮去的时阵看奇怪，买人因也伫遐手伫遐安尼摸来摸去，摸来是摸，无3班好啊啦，4班安尼，伊迄话咱听袂，算因啊专一话。内行话。对，内行当牛环白。喙哪讲一寡话人听无，手哪抓，咱手安尼哪比安尼。因为有咱，譬如咱真开人，迄个牛膜唔知影变哪化价啊，有这种叫牛螺。牛螺等于种这对啊啦吼，伊会甲你讲你介绍安怎若交易成功了迄个买人一寡互伊commission安尼。是哦。这张又搁是咧讲啥物？这张牛车，因为较早的牛车，对，较早的牛车吼，阮谈到有讲过，因为台湾的河川的问题啦，所以链拢足悬吼，拢足悬啦吼。叫板轮牛车，较早2链的其实则较少。因为较早伊个原住民山顶吼，因为歹，那4链的吼，4链的较歹登势，所以较早拢2链的，2链的。其实较早毋是迄个，较早是。木板哦，木板那边那个连做伙哦吼，咱较早有一句话叫做1仙钱，看做一个牛车链遐大，一个当算的人吼，在间中1仙钱哦，1仙钱足细数目，对来讲足大呀，像牛车链遐尔大呢。讲目的人啊，看唔知，就是讲话看无目地啦，看人目头悬啦，该重钱，该重钱啦。是。牛有身份证嘛？是。这个牛车咱即摆开车嘛是有迄个车牌啊，牛车敢有车牌？牛车嘛是有哦。有啊。我凊彩问的呢，有影有哦。有啦，这同款的较早牛车足济哈。所以讲较早吼嘛是要扣税啊，扣税。这顶管阁有写爱明显哦，爱个挂伫明显的所在。迄唔通讲凊彩囥一个人，像讲吼，咱即摆讲惊讲迄开车伫高速公路顶管。爱叫人去甲翕相，然后超速，会翕相。但伊这个是爱挂伫明显的所在，意思是共款的。对啊，共款啊，伊嘛是爱扣税啦。这张吼顶管拢全字，这字吼有写咧颠倒头的，嘛来写一轮拄啊箍一轮，箍一个牛的形。这是咧讲啥物？这叫牛犊啦吼。牛犊。系牛犊，伊这是一首诗哦。是一首诗。嘿，凡人听我。说金油伫遮，是。凡人听我说金油。牛尾
阮上辈其实是啊，有稻谷的呢，有阿温。这个牛肚吼是迄个日本人来台湾时候做调查时，台湾照惯是史上调查内底伊找到的吼。啊，较早嘛是为了要叫人卖食牛啦。啊，所以这是放伫庙内底，算是一个迄个文宣就对啊啦吼。啊，放细文。是嘿，放细文对嘿。因为较早吼，其实较早吼，其实尤其清朝吼，阮查过迄个法律啦。较早淘汰牛吼，嘛是判罪呢。是，其实人甲牛之间，伫咱台湾的正餐人吼，而且台湾的民间来讲，对牛吼嘛是有一种，当时讲是牛情味吧吼，人牛之间有一个感情哦。因为咱的牛的时代已经过啊啦，吼啊，所以有人吼，尤其吼，咱迄个台南县政迄阵啊，所犯伫县长的时候吼，伊捌想要做一个牛肉馆啊，就即马柳营吼，柳营迄个所在遐。吼，遐有一个老娘的厝，老娘的家，吼啊，其实就是讲牛啊替咱做事一世人吼，然后变老的时阵，佮抬只后唔甘啦，啊，所以讲咧吼，种鼓励人啊牛啊老啊吼，会当伊啊做养老院啊，啊，所以咱较早有一个迄分店有一个啥，迄个做一个阿公啊，叫梁平老先生啊吼，啊，伊当作是吼要把牛啊要嫁付迄个老娘之家的时阵吼，伊要走的时阵是像要嫁查某囝共款哦，迄个牛角佮红条啊，红条啊代表就要因祖囝要嫁共款啊，嫁出去啊，哦，啊佮讲啊，你遐爱好过日子啦吼，啊佮哪讲是哪哭啊，真诶嘿，然后就要嫁祖囝，啊迄个老娘之家了吼，啊伊佮去甲看客草个看，你对了好无啦？哦，啊而且伊到尾啊，伊搭几当前往生了，伊佮用迄个佛教的仪式，算甲送安尼吼。对于牛啊，会当看到讲，咱台湾人真啊一个个性吼，真啊是足少真正味的。像日本时代吼，因嘛捌有一个团，因要去外国表演啦。啊为着要显示讲迄是台湾来，结果看只牛啊伫因剧团内底哦，系啊。啊，人会知哦，come from Taiwan，MIT 的哈，所以咱可见吼，牛先变成咱台湾精神一部分啊，所以这俗语啊，牛就是牛，看起台北嘛是牛，所以我来台北嘛是牛啊，牛屎行是叫牛屎命嘿，因为牛吼要钓迄行就是坡度嘛，啊行时阵都出得来，啊牛啊伫迄个脚骹遐放屎尿，嘿，吼啊人讲拉落再上嘛吼。新竹遐嘛一个地名叫做牛场牛庄，其实为台湾人真啊，因为除了甲牛老了甲卖了，嘛是有啦，唔甘啦，变成说伊嘛是阮兜的人啊，所以唔敢饲甲老，判白死了，甲种做伙，这个牛场变成地名。啊，当然嘛有可能是因为迄阵嘛着做瘟啊，因为牛啊嘛是迄个啥。迄个牛的迄个传染病掉，嘛有可能是因为安尼，所以种做伙哈。像讲阮爸爸去演的，伊日本时代的人嘛，因拢无食牛吧。我问伊讲，你为啥那无咧食牛吧？伊讲无啊，牛吼是爱尊敬的吼，是咱的朋友，是咱的伴啦吼。咱的一个精神啦。是啊，咱大家吼，有影是有心做牛吼，都唔惊无咧，通好拖是咱台湾的精神。咱来感谢老师今日甲咱分享遮尔济。